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》哈，我係民主。今年呢來到關係而來親密嘅設計師，它的設計呢非常特別，融合在地的建材，我們一起來去看看嘍。Roger，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就是你設計的用料嗎？這個用竹編的這個外牆，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？竹子是從關西的後山，然後我們自己在關西這邊的人做，然後到這邊我們請學生加工把它編上去。你一開始為什麼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這邊來做設計的出發點呢？之前可能在國外待一段時間那看了很多不同的城鄉的風貌，然後我們覺得說，其實自己的家鄉應該也是有很有特色的，只是我們沒有很特別去注重這一塊。那我們想說，既然年輕，然後有一點機會，我們就試着做看看。從故鄉找回那個初衷，對不對？對，沒錯。其實，在關西這邊呢，它有很多歷史悠久的建築。今天呢，我們要學單字就是歷史，歷史。歷史。對，歷史。另外一個，我們來學一個動詞，就是尋找。尋找就是親。親。今天呢，其實我們還要再挑戰學一整句的客家話，就是回故鄉尋找家的原貌，轉故鄉親不下嘅面貌，轉故鄉親不下嘅面貌。Roger 回到自己的故鄉，把自己學到的呢，能夠重新從故鄉開始，重新出發。回到家工作，感覺很好。真的哦。當然嘍 ，Roger 今天也跟着我們一起認識新的客家詞，在這邊明珠帶大家複習一遍嘍。來看第一個詞，看到的就是歷史，歷史，歷史。第二個呢，就是一個動詞，尋找，親，親，記得把嘴巴閉起來喲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，來看這句話就是回故鄉尋找家的原貌，轉故鄉親不下嘅面貌，轉故鄉親不下嘅面貌。你們也想要圓自己另外一個夢想，回到你的根，找到自己另外一個舞台嗎？把握時間，希望看到你們大放異彩。下次見嘍，拜拜。